来看美国宣布要扣台湾20%的对等关税，互产业界是真烦恼哦。经济部长郭志辉昨去高雄甲机械金属等产业代表开会，有媒体是指出讲，部长讲到，若要争取调降关税，可能就要投资美国4000亿的美金来乘做谈判的参考条件。问问在场的业者的看法。经济部早起是解释讲，部长是以日本甲韩国投资美国来做例，嘛对部分媒体的报道来表示抗议。总统，关税谈判需要前来得及达成协议吗？总统赖清德初五透早出席活动，面对外界关注关税议题是无回应。美国对等关税8月初7生效进前，咱国要持续争取降低空间。不过前一天，经济部长郭志辉去高雄主持传统产业界座谈会，甲精密机械、金属加工等的业者讨论产业的对策。针对争取税率降低，要付出偌济代价，郭志辉以4000亿美金投资的金额做例，引起关注。因为我们是第三个谈的哈，所以整体不是3000亿美金或者3500亿美金，都应该会大出来。4000亿美金，4000亿美金，你是希望中华民国政府对投资，还是按民间会当筹措4000亿美金下去？4000亿美金关键的数字，互外界认为是目前美国要求台湾投资的金额。不过，经济部驳回讲，郭志辉书当时是激励说明，以日本甲韩国进行投资美国的规模来推估甲参考，并不是讲政府已经有具体投资的承诺，或者是当咧进行相关的谈判，请外界唔通过度解读。金额就是不晓得他要对照什么啦，巨额投资大概就是难免啦，因为如果说我们要这个追求这个15% 的关税的话，那大概也就是说参考这个日韩的案例，大概也是必须。那我不觉得美国会让我们就把台积电的这个1650亿加过来。目前台湾投资的条件也无明确。美国阿拉斯加州长丁立维最近表示，台湾按算采购600万吨的天然气，会当讲是历史上上大条的订单。有风声讲可能是台湾要争取降低关税条件之一。针对这点，中油表示，相关的采购甲投资案目前正在推动，会争取伫咧合理的商业条件之下来掌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